賽車手真係好型啊！我決定要去學車，我要做賽車手 KOL。你咪亂嚟啊！要做賽車手，不如試下搵個賽車手男朋友啊！哇，全部都好型啊！你知唔知我哋今日如果揸車出去，你係司機，咁我係咩人啊？我係內司機魔人啊！你呢啲咁嘅爛嘅，點樣喐到車手啊？睇我表演啦！我對你嘅感覺就好似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一樣，一年比一年精彩，一屆比一屆難忘啊！哇，咁直入都得啊！長推直入啊嘛！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被譽為世界冠軍車手搖籃，好多出名嘅賽車手早年都嚟過同贏過澳門比賽㗎。你而家快啲同我睇熟啲賽車資料，到時唔好失禮人啦！哇，呢個輪胎真係充滿力量啊！我未來嘅車神一定會用佢帶我去遊車河嘅。發夢啦你！除咗頭先嗰款特別版龍騰圖案輪胎，呢幾款輪胎都係賽事輪胎嚟㗎，唔通人哋帶埋你去比賽咩？哇，正啊呢個，啱晒我呢啲中意橫衝直撞嘅人。所以話，與其去學揸車，不如去睇最勁賽事。今屆有7項賽事，其中包括澳門格蘭披治大賽、國際汽聯 FR 世界盃、澳門東岸人大賽、潘豪國際汽聯 PCR 世界巡迴賽澳門站、澳門格蘭披治電單車賽第27屆大賽。所以話，由11月13號去到16號，第72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就係你見證車神誕生嘅好時機。記住啦，我哋到時一齊喺東岸人跑道嗰度邂逅車神啊！不過唔好同我爭男朋友啊！